真男人從不虧待自己。今日我哋嚟食一間不惜令大家穿越大半個廣州都要嚟食嘅生蠔研究所。Let's go！杏汁燉生蠔你哋飲過未？成個湯係奶白色嘅，佢好似加咗奶嘅肉湯咁樣。有個超大嘅生蠔，回來了，什麼都回來了。我最期待嘅避風塘生蠔，佢呢度嘅每一隻蠔都好大。好正啊！外面係蒜香味，入面就係生蠔嗰種好醇厚嘅香味。遠近聞名嘅雞子鵪鶉蛋生蠔，我聽咗好耐，從來都未食過。上面啲蒜同埋小米椒真的點睛之筆。再嚟一個，真男人從不虧待自己。即係成個都翻晒嚟。第三種味，芝士榴蓮生蠔，佢呢度真係每一隻蠔都超大。啲烤嘅芝士令啲榴蓮黐埋晒一齊，就好濃郁嘅榴蓮味。不過呢種做法會比其他生蠔貴啲，要22蚊一隻。畢竟榴蓮都係幾貴嘅。高壓鍋生蠔真係隻隻都超肥啊！佢哋呢個背柱都超大。原味嘅嚟一個。佢呢個生蠔好絲滑喎，佢呢忽肉係真係入口就化咗啦，完全唔需要咬，真係一啲渣都冇。三色炭烤組合，有蒜蓉味、陳皮味同埋青芥味。哇！比較甜，有啲沙律醬，少少芥辣味，檸檬陳皮。呢個食落咧就會有少少甜甜地，而且比較清新。果然蒜蓉才是 YYD 嘅，我上次好像也是這麼說的。呢度嘅每一種生蠔都好大好大，甚至有幾種做法我都係第一次食㗎，感覺食完之後又可以落嚟打工啦。